各位大家好，午安啊！咁又到咗2025年10月15號，而家係1點鐘嘅時間晏晝。咁呢，我哋會重溫翻關於佢較早前啦，呢個金家人節目裏面呢，咁就有呢條大匪，佢自稱啦喺金家人呢，自稱喺7月份，佢話係7月份嘅喎呢條聲帶。咁係7月份嘅時候，就大匪個大匪就問一位不知名嘅人士，對方係不知名嘅人士，咁就 WhatsApp 俾呢位呢個佢個朋友啦，或者唔知係親戚定朋友啦，咁就呢段 WhatsApp 嘅聲帶流出咗嘅，咁就個內容咧就係話當時咧就話佢好唔即係周轉有問題，咁想又透露咗咧自己問一位叫做大俠嘅網友咧就借咗錢嘅，就叫嗰位對方咧就問嗰位大俠咁樣嘅，問嗰位大俠如果你唔信咧，就可以問下大俠咁樣嘅，咁佢就當時咧就係話想係問嗰位對方借錢嘅，咁有冇借到咧？我哋唔知道。咁我哋睇完之後呢段聲帶之後，我哋再剖析一樣嘢啦。嘅嘢嚟嘅，我而家連自己嘅本業我都要執，咁我有冇話我都要撲啊！我今個月我爭15萬出糧啊！我聽日都要同個網友借15萬。其實我同阿大俠借咗錢㗎，曾經同大俠借錢㗎。你可以問大俠㗎，但係我唔到最後尾一步我都仲支持緊你。不過你怨我就冇辦法啦，係咪先？咁其實世界就係咁啦，我又冇話乜又冇話乜嚇。今時今日個市道，喂，高爾夫借15萬。嗱，佢呢度咧就講咗啦，咁就當時咧就咁樣嘅情況，我估計佢當時咧，而家咁樣分析啦，我估計佢當時咧就係佢呢個公司就應該係有啲周轉上一啲問題。咁所以要問個對方借想問個對方借錢，但係呢條之後又冇後續，唔知道佢借唔借到錢啊！咁唔好理佢住啦。咁就我覺得咧個結論就係佢當時7月份嘅時候已經係即係大匪呢間公司可能已經係即係有呢一方面嘅周轉嘅困難啦，咁我亦都唔覺得有咩意外喎，我唔覺得係有咩意外，即係我覺得佢咁樣係你都聽到啦，唔到最後我都唔會咁樣問嗰個對方借錢啦咁樣咁係呢個係當時係財政有困難係確實咗嘅。即係佢話7月份啦，我哋姑且信佢係7月份啦嚇。咁7月份係財政有困難，係證實咗啦。佢間公司係財政有困難，就係分析到呢度啦。咁下一次我哋再分析啦。